到咗盡頭，魔鬼就會再度降臨，接收人間。壞事隨時發生，冇人可以預料。我爸呢？話你知，你以為嘅爸爸佢只係你嘅養父，係我嚟之前嘅一個使者。你嘅父親係全能嘅撒旦。唔好啊！下一個犧牲者可能就係你，冇人可以幸免。你中意呢隻香水嘅咩？喺美麗嘅外表之下，有地獄般嘅恐怖。十字架咧就係耶穌基督嘅聖物，橫嗰條咧應該喺上邊，但係代表魔鬼邪惡勢力嘅標誌咧就會將呢個十字架咧係反轉啦，即係話反耶穌基督嘅象徵。佢肩負毀滅人類嘅光明任務。超恐怖！下一個就輪到你啦！超願意！救命啊！唔係啊！邊個流血啊？超特技！如果證明到你係主人嘅女兒，你嘅真性情可以顯露出嚟，嗰日之前接管呢個世界。你癲嘅！你只可以愛佢、追隨佢、接受佢嘅毀滅，因為大家已經無路可逃。真係魔鬼個女，信魔鬼得永生。